發現寶藏城市第6期，廣東省內只有22度嘅天然空調房，只有呢度先可以體驗與世界失聯3小時，探索溶洞，穿越地心，廣佛出發3個鐘。呢個小城藏住太多自然驚喜，假期返鄉遊，一齊去蓮州嚟了啦！早就已經知道蓮州收埋好多自然奇觀，而我此行最先去探索嘅係被稱為洞河仙境嘅蓮州地下河，入口縈繞嘅薄霧就係一個信號，提醒你已經進入洞穴探險啦。洞內清涼舒爽，幾萬年形成嘅石筍石柱喺燈光映襯下，幻化出千百種美好寓意。至今仍然有瀑布洞內流淌，可以稱得上係一塊活着嘅化石。相比其他溶洞，只有呢一度可以俾你更進一步滲入地心，就係踩單車穿越喺地心河道之上，1.3米以上就可以玩啦。頭頂係億萬年大自然留下嘅痕跡，腳下係冰藍嘅歲月長河，安靜到只有自己同時空對話。此情此景，人生幾何？乘船遊覽又係一種不一樣嘅視覺，唔同角度睇完呢一個地球奇景。從蓮州地下河離開，我哋前往下一個更震撼人心嘅景觀，橫跨喺黃川三峽之上嘅520玻璃橋，仲俾我哋遇上雨後霧氣籠罩嘅晚霞，十足11幅真實版嘅千里江山圖。